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隆重審視一篇來自某傳媒嘅經濟巨著，標題寫住神話破滅，姜濤演唱會黃牛黨炒窿飛。哇！一見到呢4個字，我仲以為係講緊啲咩史詩式災難影片，原來只係講緊一個演唱會有少量門票轉讓，會唔會誇張咗少少啊？發覺真係好多奇特嘅事發生喺姜濤身上，等雷達偵察下呢單世紀奇案啦。嗨，各位巴打絲打，大家好！我哋魚眼雷達啱啱起步，好需要大家嘅支持，你哋每一個訂閱都係我哋繼續偵測嘅最大動力，多謝。Mirror 成員姜濤將於下個月喺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演唱會，門票喺2個鐘之內俾人迅速掃晒之後，日前官方宣布終極加開12月25日至26日2場，連埋之前嘅7場，合共開9場。根據網上資料，預計每場最少可以入座超過12000人。2025年同一場館舉行過 G-Dragon、Baby Monster 等歌手嘅演唱會，可見實在唔能夠睇小姜濤嘅吸金能力啦。不過近日網上面有傳姜濤演唱會有炒窿飛嘅情況，有網民喺討論區以神話破滅，姜濤一街窿飛冇人睺做標題。首先，傳媒引述網民說法，大隻字以神話破滅做標題，意思即係話姜濤人氣不再跌落神壇。好，我哋就睇事實。事實係演唱會飛開賣2小時就全部掃清，需求大到要即時宣布加開2場。我想問，一個人氣不再嘅歌手，點樣可以做到2小時掃清兼即刻加場？明明係神話持續嘅鐵證，竟然可以被解讀成神話破滅，呢種邏輯簡直就係傳說中嘅神之邏輯。咦？咁我想問，咩先叫神話成立啊？係咪要全香港700萬人一齊搶飛，搶到伺服器爆炸，先叫做神話啊？如果係咁，咁唔止姜濤，全世界都冇一個歌手做到呢個神話啦。不如我哋腳踏實地，用返地球人嘅標準嚟睇啦。一個歌手能夠連續開9場大型演唱會，喺任何標準之下，都係一個非常亮眼嘅成績，點都同破滅扯唔上關係咯。內文貼出疑似通訊群組入面嘅截圖，表示有多套年位以低於售價放售，疑似係黃牛黨炒窿飛急求放售指示。跟住我哋要研究下咩叫一街窿飛。根據市場現實，姜濤演唱會嘅官牛飛而家依然企穩。各位觀眾，請你哋問心，咁樣叫窿？如果咁都叫窿，真正嘅窿飛係好似某啲演唱會咁，開賣幾個月都仲有大把位剩，最後要捆綁銷售送飛，咩20蚊一張，仲要買1送1，或者粉絲會自己食死貨先散得去，表演神功戲嗰種先係真正叫窿。而家姜濤嘅情況，只係市場上有正常嘅流通同轉讓，呢個係任何熱門商品都會出現嘅健康現象，絕對唔係咩末日危機啊！有關貼文引起網民熱烈討論，有網民認為姜濤演唱會炒窿飛係意料中事，表示根本冇可能咁多人睇。最後，我哋嚟個網民邏輯大賞。篇報道引述網民話，姜濤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多人睇。咦？但係姜濤生日慈善步行有6500人，海洋公園活動有7000人，叱咤投票有5000票喎。呢啲全部都係使咗錢、付出咗行動嘅真實粉絲嚟㗎喎，每人帶1-2個入場都爆啦，仲未計外圍嗰啲粉絲同街客，咁大班人點解可以直接無視嘅呢？呢種我見唔到就等於唔存在嘅邏輯，真係好適合用嚟玩捉迷藏啊！不如我哋玩個遊戲，你合埋對眼，然後話個世界消失咗，睇下得唔得？如果得，我即刻拜你為師。都有網民笑言可能係一個粉絲睇幾次，所以先至會放售部分場次。亦有網民表示呢啲情況非常正常，因為總有人會因為時間唔啱或者買多咗而賣飛。實際係唔係好似真係網民所講嘅神話破滅，就要等到演唱會舉行當日睇下有冇好多吉位先至能夠定奪。所以話，與其被呢啲誇張標題牽住鼻子走，不如相信自己嘅判斷。姜濤嘅音樂同努力能夠打動幾多人心，能夠撐起幾多場演出，
12月阿博見真章，到時咪知咯。影片就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如果鍾意我嘅內容，誠意邀請你訂閱、讚好、留個言。你嘅支持對我好重要，想再支持多啲呢個講真話嘅頻道行落去，歡迎撳下面個 Thanks 掣請我飲杯咖啡，大家互相支持，真係好多謝你。雷達靠你撐，下條片見。